2月13日，台中成功3月百货公司发生爆炸了后，公共场所的安全维护引发着关切。台中市政府2月16日针对6间百货商场突击检查，结果竟然敢若1间业者完全合格，通过所有安全的标准。另外，各县市政府的消防监管相关的单位，嘛陆续针对着百货卖场展开密集的稽查。花市记者嘛随行记录，检视爆炸发生后公共场所的安全性。到底民众要安怎来提悬着防灾的意识？平时出入着公共场所，要安怎来注意着环境的警讯，确保着安全呢？咱继续要带乡亲来了解。台中成功3月起爆了后，政府监管部门先经线加证案，在7天内检查辖区拢总39间百货商场甲大卖场的消防设备等等，敢有符合标准？不要排算，盖基建做一次人气检查，不是只针对我们大陆的，不要隐瞒。如果有隐瞒的话，那责任在你。无讲无大条件，服业者未负准备。在这个敏感时期，又完全列出着关键问题。这样算高吗？超过1000日元。稽查人员一调查，竟然就发现当日楼价数。注册，它这个是我们上下限是1%到5%，1%到5%，低门户，所以它是在1%又以下。这个时阵，驾驶挂落检测器搁咧等，表示走卡来讲线，同款有状况。有漏气，有漏点。在大陆国新时代购物中心的一间餐厅，包括讲线是路过的开关，都因为登记的磨损，产生门工现象的漏气。检查结果必须马上停用。就在这个地方去买掉，对吗？对，所以是这个。一天内稽查6间百货商场，敢若台中3省购物中心的日期全部符合规范。那大部分无符合标准的原因，是餐厅灶卡防火区域未分的缺失。厨房部分跟卖场部分要有1个小时的防火区划，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在讲它，我们去检查它的防火卷门。你小心。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稽查，让所有全台中市的业者有所警惕，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稽查，让大型的百货商场或卖场可以借由这次里面的全面盘检，来把出相关的公安潜在危险。一场气爆引起着百货商场的公安危机。就从没有想过，就是百货公司会爆炸，谁都没想过，太可怕了。不管在哪里的百货公司都一样，不要说气爆，就是包括楼上掉东西下来，我都觉得这不应该会发生。根据消防法的规定，百货商场属于高标准要求的甲类场所。每半年必须办理检修申报，消防单位每当至少爱调查1摆。百货公司所在的位置通常都是一个地区的商业核心，人潮聚集，安全问题不容轻忽。台中新光3月发生气爆之后，这类场所的安全稽查全面升级，各县市陆续启动展开大体检。意外发生的时阵，倒一寡设备是救命的关键，也正做1摆联合稽查重点。消防系统测试。发生火灾，请尽速往紧急出口避难逃生。假设今天不论是在家里，或者是说在外面的场所，有闻到瓦斯味，
第一时间就不要再做任何的电器用品，包含开灯的动作。那可以的话，就赶快把窗户慢慢的开，让那个气体去流出。那可以的话，就赶快离开现场。把回声场的中控性、亚速炸弹开关的监控设备拢有相对应。各餐厅、美食街柜位的警示灯，若发生到紧急的状况，都爱随会当发挥作用。假设今天它阀键打开的话，这边的灯都会亮。阀键如果有异常，它原则上也会来启动。然后到时候呢，它会联动来做所谓的遮断阀的关闭。那假设遮断阀关闭这边呢完之后呢，其实这套到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总阀也会来做关闭。那这一套呢，原则上我们的政府都会有委托那个瓦斯公司定期来做这边的检测，也会要求场所要每日的来做一个检测的一个动作。大家开始测试。有一种防火门叫做常开式防火门，平常它会保持常开，探测器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关下来，让场所有趋化，趋化就可以延缓火灾蔓延的速度跟烧的速度，让民众有时间可以逃生，并且待在相对安全区。这个梯间排烟设备呢，就透过一进一排，把可能侵入的浓烟来做排除的动作，让人们或消防人员有更多避难或者是抢救的时间。浓烟的侦测器若风启动，将会将无联动排烟设备替警员争取时间逃走。原则上，我们就会量它的面积。量它的面积，去测它的风速来做平均之后，去测它每平方公尺的一个风速有没有达到我们法规的要求。把回声场的公共安全消防，由监管单位所管的装修申请也同款要紧，必须符合天数。施工的话，它的材料还有它的一些规范都要符合我们建筑技术规则的规定，然后可能它会去破坏防火区划，或是说主结构有没有破坏，这个都是要经过室内专业人士去做去做申请，然后才能确定它没有涉及到这些不该去施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所谓卖场的一个通道啊，那我们希望它都能够我们都很希望它去做一个规范，就是说在哪一个这个不要把这些通道去做，比如说有一些摆一些临时柜啦，或者什么样的一些东西。防火门啊，那防火门的这个区域呢，也请他们标示，在这个地方不要摆设任何的东西净空啊，不要在这净空来。那检测的时候一样，就是你把它放掉，我们也会看看它这个防火门的复归功能是不是完好啊？这个是一个长时关闭的防火门，平常应该保持关闭的状态，好不好？那平常应该关着。以台北市来看，监管处年底起查百货商场，上接防脏掉的欠点是防火门无法度自动卡瓦来顶顶的问题。第2024年成功3月信义的北馆，嘛有大主大意的施工情形。防火门比较常见，可能是大家都每天在那边开关，然后他们又没有比较及时的去做检查，那可能造成它损坏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我的瓦斯的一个侦测装置，侦测到瓦斯泄漏的时候，它会产生讯号，然后顺便通知瓦斯紧急自动测系统，切断瓦斯的供应。任何一个款式的老高，拢有可能造成致命灾害，所以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造成3人死亡火灾惨剧的台中市大乐百货公司，市政府今天组成专案小组，前往火灾现场，鉴定建筑结构损毁的程度。近日百货公司昨天晚上的大火，一直延烧到今天上午，4楼以上几乎全毁。摊开我们公安的历史其实是一部血泪史那各位去看我们建筑技术规则的修正、消防法的设置标准的修正。其实你去看它背后的时间点，它背后都是大型的灾害。回头来看，台湾今年重大百货商场意外，专家讲，人潮歹消透，加上老站者经营的形态复杂，和叫外的工课
更加简单。高雄市区最著名的大同百货公司，清晨5点43分突然传出火警，整栋大楼在转眼间就陷入一片火海当中。1995年，在高雄本地市龙头地位的大同百货，大火拖烧超过20点钟才完全拍花。虽然幸运无造成伤亡，不过地标建筑就安尼拍荒，经过几礼拜的转型，又完失败。22层楼高，台中市地标的金沙大楼，从19楼的地方冒出大火，高楼层包括旋转餐厅，全部陷入火海。2005年，台中的金沙大楼，当年那是百货公司，部分的楼层阁经营补习班，大火拖烧，甚至出动直升机参加救援，落尾也是造成4个人死亡的危险。86年以前呢，原则上我们把它叫做建造管理，因为那个时候，股票非常的好，社会经济非常的发展啊，各种商业行为非常的多。那时候法规的观念不是很重，所以我要开餐厅就开餐厅，我想开酒吧我就开酒吧。好，那也因为这种急就章时效上的问题，所以我等不及申请我就已经开了，所以它当然会有很多不合规定的通道啦、走道啦、设备的问题。所以在86年呢，我想我们内政部就针对这个部分的管理的部分呢，在建筑法系的部分呢，它定了我们熟悉的建筑物公安全检查申报的办法。另外，针对建筑物的管理的部分呢，定了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过礼拜发生百货商场的火烧，促进相关安全规范的改革。也不过，如今商业经营模式，随着时间和咱消费形态改变，也甲过去无同路。其实吃是一个百货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营收来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很多的百货业者在这2、3年来陆陆续续调整柜位，把它的一些餐饮的一个比例持续的提升。那这其实就是他们看到了消费者在餐饮上面的一个动力，还有对于营收方面有一个相当大的挹注。在每一个楼层里面去配置餐厅是一个趋势。为什么？因为消费者今天我就喜欢逛这个某一个楼层，这个楼层里面刚好有一个下午茶，我就顺便就休息一下。这个楼层刚好就有一个点心的这个茶点，那我就坐下来就用餐了。当美食街甲餐厅无个限定集中伫某一层楼。管理或者是安检的时，敢会适用同一套标准嘞？如果你的规划管制不属它范围的话，他就不会去管。譬如说，之前施工中发生了火灾，那消防局说那个不是他管了，因为还没有移交。但是施工中只有建造申请人，好，那申请人也是暂时的，或是。营造单位也都是暂时的，所以说依法也管不到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盲点。防灾设备、公安检查，阿能白白也有芳，恐险无法度救治。消防设备的专家呼吁，若当着驾驶漏开的起爆事件，就算伫危险的环境，嘛爱知影要安怎自保。民众遇到爆炸的时候，那如果爆炸人在前面，你就是要转身。因为你爆炸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从这边爆炸，从前面哦，你会感觉到，因为它有压力波哦。那如果前面的话，你就这样蹲下趴下，尽量降低被受害的程度。每一届的意外甲不幸，是警示，嘛是惨痛的假释。我这个场所依规定每年要做建筑物公安全检查，每年要做消防安全检查，甚至每年要检查2次消防，就代表我的场所安全没有？实际上，这2个安全是我们现在不是流行讲究地板跟天花板，这2个是你应该要符合的基准的线。你有了这个基准的线呢，政府认为你符合公共安全的最低需求，所以你开放供公众使用。但是不代表它不会发生灾害啊。接下来，不论是百货业或者是各个营业场所，对于相关的公共安全也会更加的谨慎跟注意。那虽然有了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但是也强化了大家的一个防备心跟注意力。新光3月起步意外，百货商场安全的警示钟继续响起，追究责任甲反省，希望被告莫搁重演。